带观众朋友来去看好山好水出好歌的这个新北市石碇啊，这个所在阿公妈妈真侪人拢会晓念这小宝歌，两个人互相对唱的方式，这就是小宝歌的形式。这本书学者林金城一直有在记录，希望这款古早版地时阵男女小宝做伎俩的歌谣，会当继续推广流传落去。 听起来亲像客家山歌，这号做小宝歌，时代上课唔单单对咧唱，嘛回忆因过情景。迄个60、70年前的记的物件吼，到即马吼，伊个原封不动个念互你听呢。 本书甲作者林金城讲，小宝歌嘛叫做满地歌，通常是男女拿作词拿手来做伎俩，以一句7字的4句联表现，继续甲歌戏歌册共款。有80多岁阿嬷对嘴就通唱出少年时伫空场食头路唱的小宝歌。歹命阿哥着趁食。 歹命阿娘着塞车，阮就塞车。头前2句会写景，后壁迄2句是写情嘛吼，用4句来讲你的心情安尼，吼，还是讲你的看法。林金城讲，因为歌谣拢是口传，伊自早年开始就以新北为主，写过几啊本的地区的小宝歌，前年甲旧年嘛，阁完成2本，而且用文字影像等等甲记录落来，希望通传承这个风俗文化。 这是老一辈子的一个文化。那现在在我们这个年轻的人，有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。咱这个文化资产吼，爱互伊吼重新再看，互伊活起来无。林金城表示，伊发现若无赶紧做，老一辈凋零会加速文化流失。即马就是哪推广哪做，少年辈嘛通知影。记者陈立小凯新北采访报道。